大家好，接下来我们将学习民众在洽公过程中常会使用到的通用公务客语。现在让我们来练习吧。第一句，假如你完全不会说客家话，又遇到了跟你说客语的民众，你可以说：抱歉，我不会说客家话。歹势，我唔会晓讲客书。歹势，我唔会晓讲客书。接下来，假如你听不懂对方说什么，你该怎么说呢？聽冇，聽冇，華語就是聽不懂的意思。第三句，我們要怎樣用客語提示民眾抽號碼牌呢？搶手號碼，搶手號碼，華語就是請抽號碼的意思。接下来要怎样跟民众收取费用呢？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。我要和你收200元，客语要怎么说呢？我要甲恁收200塊，我要甲恁收200塊，我要甲恁收9塊，我要甲恁收9塊。我要跟你收多少钱？括号里面可以放进你要收多少钱的数字。好，我们用收200元来整句练习一遍。我要甲恁收200塊，我要甲恁收200塊。華語的意思就是我要跟你收200元。最后最重要的就是要请民众在文件上面签名或是盖章。这个时候客家话要怎么说？拜托恁大入去签名也是顿人主。拜托恁大入去签名也是顿人主。華語的意思就是拜托您在这里签名或盖章。我们分解句子，再慢慢跟着念一次。拜托恁，拜托恁，搭入去，搭入去，签名，签名，也是，也是，顿人主，顿人主。整句一起，拜托恁，搭入去，签名，也是顿人主。正常速度，拜托恁，搭入去，签名，也是顿人主。最后呢，我们可能会遇到民众来报户口，或者谈到子女继承问题时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向民众宣导，现在是男女平等的时代。我们可以用男生、女生都一样来说明。男生怎么说呢？监主，监主。女生怎么说呢？妹主，妹主。整句一起来哦。男生、女生都一样。监主妹主拢款款，监主妹主拢款款。好，以上呢是我们通用客语的课程内容，希望大家会切切练习，掌讲袂新哦。